个奖哦，可要保证钞票啊！晚上好，晚上好，现在8点多，天还很亮。这对眼镜的啊，那个是这个是老头。不是这他本来就是他躺平的一族。你还真来呀？来嘛，他敢跳。这什么歌曲？简单吗？8点了。那个。8点了。简单的歌。哟，我给你看。这个有点像儿歌那个。我自己喜欢的好，会。等一下啊。哎呀，去睡觉。他们一直在哭的，找一个新工作。现在用起来全没搞。不简单。他学了的。简单。哎呀，我猜过。8点05了。这个是那个吧？有个吧？Press 跳喽！干啥能提这个？哦耶，到中午去谁听？唱个主唱。行啊！跟他们讲都兄弟，这个都兄弟似的。这边。刚刚你跳吧。不跳。这个。
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真的。还没得表。
抽啊抽啊抽，还是拒绝不了哦，还是要抽。把它放到这里吧。你买水晶去了？买咖啡去了？没有，我来想买的，我来又去买菜了，一个人。哦，我以为你在那儿买的，你买了吗？买了吗？他抖音上有，多少人以上？99嘛，99.9。还有好像是你买一次也得行个，比如说你买不到100，反正就是9个，反正10杯，反正10杯，哦也可以，100的买也可以。他每周1都9.9，每周1领券9.9。哎。
招来的。阿达人呐，跳珍贵人生吗？待会儿不要跳。我给阿达哥顶住这一些哦，你看，给阿达哦，阿达，阿达现场可以行。也不能先吗？好好。夹子这一会儿还是可以。不可分的清晨，老天天记住，除我生活现在就连面对青春的色彩。
却跳的都比较瘦。呀吉呀木头是吉兰达木苏吉萨克旁有森达木苏吉萨克旁有。这小子的汤看人家的看着啊。Re so ka ta so yo ni je sa re ro cho che se ra ta no che ta la so ko le je ja yi so se ta la so ko le je ja yi so Re so me to so ja so sha se ni re pa ba ni le kha ba ma ba pa da so ko le je ja yi so se pa la so ko le je ja yi so sa re che cho so yo mo cho yo le sa na
呀嘞，古比里着呀嘞。就那拉下个是，哦呀那拉心是巴拉，有啥这里没讲，哦娘着娘的心。
Yes,
Yeah.
你们俩故意穿一样的，明天可以穿一个。今天热得像个吃了辣椒一样。完了吗？再吐了。再回答不了。哎呀，有一个新物，求你。好的。还有一个新物。新物扎西八宝吗？扎西八宝，然后羊血八宝。羊血儿挑给挑了吗？羊血就会那个扎西八宝嘛，哈，云峰发那个。这个吗？对，就是后面那个，对，会。就是新歌嘛。但是我不跳那个。不好跳。哪去的？哦，那是哪去的？来还我包。新歌，全部来，最后一首。不要关机了，早就关机了。啊，早就高温报警了，应该有20多分钟左右，没关机哦。啥子歌？啊？啥子歌？新歌肯定又是瑞瑞他们的吧？哦，就那个三个连唱的。对，前面后面的2段。哦，扎西八宝，那个吉祥八宝，然后加色龙油，还有中间一个。就是那个叫什么舞是不知道。齐丹多杰那个吗？连唱那个？应该是啊。啊，就是三有几段那个？3段。对。3段都是。有个色龙油比较好听。但是好像在8分钟左右吧。就是云峰发的那个哪去了？那个扎西八宝那个舞姿不是很好，不好跳，很难跳，不好跳，所以他们没跳。我也很理解你们。他们也没跳那个，我觉得吉祥八宝好跳一些，舞姿好。这个扎西八宝那个舞姿有点不好，其实应该自己改，他们自己改成自己的也可以。他不一跳都要跳统一的。那个是兰州的女书啊，兰州的就是那个嘛，兰州的女书，它是跟美国国长队都是好的，跟那个啥子，反正基本上藏区嘛，还有就是昌州啊，还是汉子阿坝州，所有有名的国长队他都有去。他是那时候专门跑了阿坝州那个啥子国长队去上学的，再从兰州到坐成都，再从成都坐车子到过去，因为那边到不了火车。不要打到他们去了。他跟瑞瑞他们一起的吧，好像是兰州的。也不是一起，就说是在一个地方嘛。晓得嘛。连那个蓝牙，现在放歌都是用 USB 的 U 盘，然后现在放新歌的话是连那个蓝牙嘛。你这是手机吗？对，所以有没有多一点电池？没有。我不是连的 USB， 我连的 C， 它的线早就没电了，只19%，我一直插着，我一直连的 Type-C 的线。说你可以一直充电啊，把那个充电宝插上就可以用啊，都可以用。就是那啊，这个都可以，只要说的都可以。这还有个 Type-C 的线嘛啊，插上就是租的那个也可以用吗？都可以，只要Type-C 的线都可以，这个有个。口子上，这个Type-C的线，赶紧注意一个，街上都可以。它有线吗？它带了线的吗？Type-C的线都可以用，所有的线都可以。充电宝带线的吗？充电宝带线。那些都谁口线都可以接。今天去还是然后就忘记充了。只要有线，找个线嘛，这个手机线都可以啊，街上就可以用，街上就可以用。
大的那个对吧？可能只你只电肉子的那个对吧？电子只不用直接都可以用，没有电子插上去，它就舍去供电，它电池不用电。对，租一个那个可以。你机子过热没有啊？嗯，机子过热，你的过热关机没有？没有，没有哦，你读的时间比较短。我配2克，那还是一直开起着，没关过。主要配的事儿了，一取完了就关了嘛。十几分了。你看新的，就装上那个。连唱，还是就是瑞瑞他们的。瑞他们的。其实已经跳过的，只是说他们正好。昨晚上跳的。我还不是。又不跳了。没有找歌。然后苗条。瘦。都跳舞的肯定长不胖噻，你专业的相当于。我那个朋友也是，70多斤。所以他练芭蕾舞的嘛。他跳芭蕾更瘦。刘娟儿那个嘎，刘娟儿只有7、8斤嘛。刘娟儿要稍微要丰满一点。刘娟儿不轻了。不轻。刘娟儿胖一些。他是拉拉队。他是拉拉操呀。拉拉操是竞技体育的嘛。刘娟儿比较扎实。体院有专门的拉拉操专业。我那天打听了一下。咋还没弄好啊？我问了我朋友嘞，我说体院，我说拉拉操是啥？他说你不晓得，他说是竞技体育，是相当于，就是一个专业。那美国的拉拉操比较受重视。对。美国的。那天那边说的，他们好像要到美国去比赛。美国比赛？哇！他们那个队要去比赛。我专门看了个电影，几部都算过的拉拉操的电影。对。那个是竞技体育。这个是典藏。这个是新的吧？也算是，你给我嘛。我就跟他跳。好，给我嘛。往这边嘛，我这边。哎，对。跳起都没有，跳不都是。重新来。没事儿，这个有点长。错了。才开始唱，我们知道吧？这个歌曲叫啥名字？歌曲，好像很熟悉哈。你肯定也会跳，你肯定也会跳吧？但是歌曲好像有点老哎，有点老啊，有点老了这个。重新的练一下。别紧张，别紧张。